我係 Gary， 我係 Eric， 我哋係 Blueprint 聯合創辦人，專注研發一體化同埋智能酒店解決方案。我哋嘅系統涵蓋自助入住、即時付款、時卡提取等服務，旨在提升賓客體驗，同時優化酒店營運效率。Gary 同 Eric 喺理大攻讀工程博士期間相識。2018年，佢哋共同創立 Blueprint， 主力研發室內定位系統。喺理大對初創企業嘅資助同埋培訓下，佢哋更加入科學園嘅創科生態圈，並獲得與本地酒店合作嘅機會，從零開始打造首個 Smart Hotel 專案。我哋嘅酒店自助登記入住解決方案咧，喺2021年5月正式推出，包括客服嘅機械人啦、GSR 同埋 GSR 手提電腦，入邊咧有來自我哋自己研發嘅室內定位系統，可以處理咧入住嘅手續啦，同埋即時付款，仲有就發放房時卡俾客人嘅，咁俾到客人咧享受全自助同埋零接觸嘅入住體驗。咁以往客人喺酒店排隊 check in 咧，有時可能要搞成個鐘嘅，而我哋嘅自助系統咧，可以將佢縮短至1分鐘。對住客嚟講，無論係自主程度、安全性或者係私隱保障，都有明顯嘅提升。而對酒店嚟講，營運效率同埋顧客滿意度都有顯著嘅改善。過去5年 ，Blueprint 規模逐漸擴大，目前佢哋嘅解決方案已經喺超過70間酒店及18個城市落地應用，遍及香港、澳門、中國內地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日本、澳洲以及最近拓展嘅倫敦同韓國市場。香港只有大約300間嘅酒店係我哋嘅起點，但係 Blueprint 嘅願景咧，一直都係想全球化。我哋相信真正嘅顛覆係需要跨國界、跨文化同埋處理監管環境。進入新市場咧，往往都會遇到好多複雜嘅情況。我哋唔會視呢一樣嘢為障礙，而係咧會當呢樣嘢咧係創新嘅挑戰。我哋嘅 Pilot Partner 策略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我哋同酒店建立深厚嘅互信，同埋咧一齊成長。我哋喺一個新城市首次嘅成功咧，就係打開當地市場嘅鎖匙。呢個全球化嘅旅程，我哋全靠理大呢個堅實嘅後盾不斷加速。理大嘅國際聲譽，尤其係佢哋世界知名嘅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，為我哋帶嚟即時嘅信譽。透過 Poly Ventures， 我哋由香港去到杜拜嘅 GITEX 展覽會，踏上一個又一個嘅國際舞台，能夠接觸到更加多嘅合作夥伴同埋客戶，開拓更加多嘅市場，將學術聯繫轉化為強大嘅商業聯盟。酒店業屬於相對傳統嘅行業，好多流程咧仍然需要依賴人手嘅操作。我哋長遠目標其實係利用科技改善酒店營運模式，提升效率同埋顧客體驗。目前我哋已經有9項嘅專利技術投入應用。我哋目前嘅系統覆蓋80幾間酒店，超過4萬間房，每日產生緊龐大嘅動態數據，去培訓我哋專有嘅人工智能引擎，成為我哋下一次飛躍嘅燃料，為跨行業提供預測性、個人化同埋超高效嘅營運。長遠嚟講，我哋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整個酒店行業嘅營運效率，同時推動全球酒店業嘅數碼化轉型。我哋喺身份認證方面嘅核心技術，除咗改善咗酒店業，其實仲喺其他項目可以應用得到，例如員工管理、智能商業大廈，甚至保險業自助繳費系統。由理大嘅一個實驗室走到世界嘅大舞台，我哋嘅旅程印證住一個強大理念嘅成功。理大創新向世界啟航 ，Poly Ventures。